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同齐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的听，引带阮，互阮踮伫每一个主日，无论透过阮来到伫拜堂，也是踮伫线顶，阮同齐拢咧敬拜阿罗你。愿主你用你的话浸入阮逐人的心，帮助阮，互阮伫即个充满考验的年代，阮体会对你遐来的平安。阮也感受主你的听，无离开阮。阮同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经过过去这3个月的时间，尤其对于咱今仔日渐渐有慢慢转来伫礼拜堂中间的兄弟姊妹，毋知咱有啥物款的感觉？伫即个充满考验的时代，我讲这真正是变化足紧的。顶礼拜的变化，甲后礼拜的变化，有当时已经超越过咱的想象。教会嘛一直咧做调整，因为有当时每一礼拜咧改变的时阵，教会的同工嘛，干那会当一摆搁一摆咧试。所以顶礼拜咱渐渐有差不多120个兄弟姊妹转来到伫拜堂中间，即礼拜搁加一寡兄弟姊妹搁转来伫咱中间。咱嘛一直拢咧调整讲，到底怎样才会当做好的防疫工作？怎样符合政府的规定？怎样会当互咱的兄弟姊妹会当有搁较侪兄弟姊妹会当转来到伫拜堂中间？所以伫这3个月来，咱亲像一直咧变化，嘛一直咧看见讲时代确实咧改变。伫这个时代确实咧改变的过程中间，咱也一直咧问。上帝啊，到底踮伫即个时刻，我爱安怎回应？我爱做啥物？那亲像今仔日咱所读的即段圣经节，伊也即个故事也发生伫一个时代转变的关键时刻。头一个王是大卫，大卫王要过王，大卫王已经完成侪水的工作，搁续来是伊的囝所罗门要接续伊做王。伫所罗门要做王的时阵，老实讲，大卫王真正有真侪真好的政绩啊！伊所做的事非常的多，然后伊的国权也非常的稳。到伫所罗门要接的时阵，这是一个挑战。伊徛伫一个新的开始，伊徛伫这个新的开始的时阵，伊开始爱面对讲过来我要安怎？现在所罗门正做这个王。面对一个遮尔大的国家，面对一个遮尔看起来遮尔臃肿的国家，我到底爱往倒位来行咧？《王记》的作者甲咱讲，所罗门听上帝，所罗门听上帝，也遵照伊的老爸大卫的教示来行。但是你有发现无？伊中间讲，但是啥物？独踮伫山头段咧献祭，有当时看到这个但是也是独，迄足重要哟。独踮伫山头段咧献祭，这有啥物问题无？迄个献祭的所在其实毋是敬拜上帝的所在，迄个献祭的所在毋是敬拜上帝的所在，所以伫这个看起来伫一个真稳，伫一个真臃肿的国家的背后。圣经的作者甲咱讲，伫即个背后，敢若有一寡危机会产生哦，敢若有一寡危机伫未来会产生。毋过对咱今仔日读圣经的人来讲吼，这已经是搁足久以后才会发生的代志啊。伫迄个时刻，伫所罗门开始要做王的时刻，伊踮伫基边，踮伫遐献祭的时阵，迄暗，上帝伊显现，上帝伊显现讲，你爱我。赐予你啥物？你爱我予你啥物？你会当对我求啊？你会当对我求？我毋知影咱有拄过即款情境无？上帝问你讲，你爱啥物？你会当我求？若是真正咱听到上帝安尼甲咱讲的时阵，毋知咱会求啥？毋知咱到底会求啥？上帝求你，互我趁搁较侪钱嘛？还是求你，互我搁较好的所在吗？毋知咱到底会安怎求？这个问题一出的时阵，老实讲，我想这个问题对所罗门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尤其当伊徛踮伫整个时代要转越的时阵，对这个领导者来讲，伊开始爱想：我要做啥物？到底踮伫我的人内，我会当完成啥物？前一任已经拍真好的基础，然后也有真好的发展。老实讲，对所罗门来讲，伊检菜嘛真好做嘛。检菜嘛真好做，反正只要遵照头前的人所拍的基础，遵照头前的人所做的代志，就安尼嘛会使啊。但是如果若是一直照头前的人所咧做的代志，一直咧行的时阵，到上尾会发生啥物代志？如果若是一直遵照头前的人咧行，反正过去安怎做，我现在就安怎做。我敢若想要依持的时阵，咱就会发现整个的国家，老实讲是一直咧跋落，一直咧陷落的。咱伫即个依持的背后，其实是完全无去想，我到底为虾米要做这件事？我为虾米要安尼做？我敢若想要依持，反正现在就是一个真勇壮的国家，现在就是一个运作了真好的所在啊，我就依持就好啊。所以对所罗门来讲，伊开始爱想这个问题，到底伊爱的是啥物？所以当上帝咧问你要爱啥物的时阵，所罗门嘛搁一摆咧问，是我到底要啥物？我到底所爱的是啥物啊？所罗门的回答，伊回答了真清楚。伊咧讲的是，你对你的奴仆大卫有永远无变的挚爱，因为伊对你忠心，伊认真侍奉你。所以现在我来接这个位的时阵，我敢若是一个囡仔，我毋知怎样去治理一个遮尔大的国家，所以我要你求啥物？我要你求主，你赐予我一个智慧的心，求你赐予我一个判断的心，互我知影怎样做好的治理，怎样审判这事，怎样伫这个面对改变的时代做正确的判断。这是所罗门所求的。这个祈求得到上帝的欢喜，因为上帝讲。你毋是为了家己求长岁寿，你毋是为家己求搁较济的财富，你是求一个会当做正确判断的心。伫这个时刻，检菜对所罗门来讲，伊清楚知影一项事：要真做一个领导者，要真做一个领导者，毋是互一台机器会当运转就好啊，毋是互一台机器照过去安怎做，我就照安尼一直咧运转。做一个真实军队上帝的领导者，伊必须爱去听，到底人的生命中间所要爱的是啥物？人的生命要面对改变的时阵，到底因咧想啥物？做一个领导者，踮伫上帝眼中，嘛若亲像一个牧者共款，到底要怎样带这个羊群正确的方向来行？所以。所罗门所要爱的是判断的心，是分别的心，是智慧的心。上帝应允，上帝应允这件事，互你会当做正确的判断，你会当做审判。伫这个开始，伫这个最王的开始，所罗门真正做真好的选择。伫这个时刻，所罗门做真好的选择，但是。咱后壁咧读圣经，咱就知所罗门到底是好还是歹，这就歹讲啊。到伫上尾啊，其实伊是一直行歪错去，一直行歪错去，到上尾啊，伊过往了后，国家陷入分裂，所以到底伊是好还是歹咧？咱一直咧看到一项事，世上万项事有开始，也有结束。国较勇壮的国家会有伊的结束，有伊的开始，嘛会有伊结束的时阵。世界任何的事拢有开始，也要结束，但是人较愿意开始，无愿意安怎？无愿意结束，因为听起来结束是一个负面的代志，结束敢若是一个毋是真好的事。
所以咱无想要面对结束的事实，咱会一直开始，因为咱无想要结束，咱会开始咧讨论一个议题，叫做永续发展。咱就开始咧讨论讲啊，我即马做一项事，伊爱会当永续发展落去啊。但是伫永续发展的背后，咱咧想啥物？伫咱所做一切事，若是一直咧讲永续发展时，咱咧想啥物？是我无想要结束，我做任何的事，这下的时间会当一直会当延续了足久无？啊，到伫上尾啊，咱会发现，咱会袂记你一开始的心，会袂记你讲开始的时阵，我所领受的感动到底是啥物？伫一个社会中间是安尼，伫一个教会中间，咱也是安尼。咱定定为着永续，也是无愿意面对结束，也是无一定是结束，因为结束是另外一个开始。但是无愿意去面对结束的时阵，咱会安怎做？咱会哪亲像运转一台机器共款，将每一个人放伫迄个位置。反正你只要做遮的事就好啊，你只要互伊会当继续运作，继续照安尼咧行。互即台机器会当继续行，安尼就好啊。但是伫即个继续行的过程中间，无人去问，到底我为虾米要安尼做？我为虾米要安尼行？所以到伫现在，咱就会看到讲，逐个人一直咧讲叫做官僚，逐个人讲官僚就是安尼啊。啊，为虾米是官僚？官僚就是当人民拄着问题，开始想要去找。咱的公家机关来解决问题的时阵，公家机关的人通常拢讲啥物？这一切爱照程序来行，照规矩来行。啊，但是当生命拄着新的挑战，也是新的问题走出来的时阵，这的程序甲规矩，甚至是法律，其实拢一直需要做调整。所以这才是立法委员存在的意义。因为一直咧面对多变的社会，需要做调整，但是这个调整的过程，定定是人无愿意去面对的。所以咱就习惯啦，咱会习惯用一个规矩，用一个制度，一直照安尼咧行，到伫上尾啊，就变成做咱所谓的官僚心态。反正只要会当运作就好啊，啊只要会当运作，照安尼来看，互人感觉哦，这个社会袂歹。这个国家袂歹，反正安尼运作落去就好啊嘛。有当时啊，踮伫教会内底，咱嘛会犯这个毛病；有当时啊，踮伫教会内底，咱也会犯这个毛病。反正我自细汉到大汉，我所想象的教会就是照安尼咧运转，所以我只要互教会会当照制度咧行，安尼就好啊。咱会袂记你去讲，制度可能袂改变，但是啥物会改变？人会改变，人的生命会改变，人所拄着的问题会改变。特别当咱拄着疫情的时阵，逐工拢咧改变，逐日拢咧改变。伫这3个月来，我感觉牧师真做一个真困难，逐工拢咧做新的判断，因为政府有政府讲3级警戒到2级警戒了后。要安怎做？譬如讲，咱2礼拜前伊讲，哦，室内敢若会当50个人，啊，室内敢若会当50个人，也是佫超过，就爱去申请室外100个人。啊，所以当这个问题走出来的时阵，咱就开始一直咧讨论，啊，所以即摆到底要安怎反应？即摆到底要安怎反应？啊，就会足侪声音开始入来。啊，牧师，咱的教会毋是足侪空间吗？所以咱遮50个人，啊，对面佫50个人，2楼佫50个人，3楼佫50个人，这听起来是真有道理。但是全部毋就佫200-300个人，啊，200-300个人，敢真正会当通过政府的规定吗？所以其实逐工拢咧面对遮的变化。啊，伫遮个制度的背后，其实是咧依护每一个人生命的健康。所以伫互教会会当照安尼运转，也是咧面对人的生命健康的时阵，其实教会逐工嘛咧做新的判断，一直有足侪选择咧考验咱，啊嘛一直咧问，到底
咱对古早行到现在，咱从来毋捌拄过。原来毋是我会当照我所想象安尼，逐礼拜来到伫教会。原来我毋是照我想象过去安尼的制度咧运作教会，搁来要安怎？伫每一个变化的过程，咱需要面对任何事有开始，也有结束。但是迄个结束毋是真正的结束，迄个结束是新的开始。所以伫这个暂停的时刻，我感觉这是一个判断的时刻。伫这个暂停的时刻，是一个咱好好停落来想。伫我过去这几年来，我照安尼一直咧生活，我照安尼一直咧运作，我为虾米要安尼运作？我为虾米要安尼咧行？我到底咧追求虾米？教会照这个制度一直咧运行，照逐礼拜一直咧聚会，我为虾米要聚会？我为虾米要逐礼拜照安尼一直咧生活？来到伫教会中间，敢有帮助我搁较认捌上帝吗？来到伫教会，咱逐礼拜照安尼咧运作的时阵，咱的生命敢有真正活出荣耀上帝的记号无？有足侪问题会当踮伫疫情的中间一直去想，也踮伫即个变化的时刻，咱向上帝求你赐予我判断的心。迄个判断的心是互咱定心去想，到底我所认捌的上帝是怎样？昨踮伫青年的聚会中间，青年一直咧找我讨论一个问题：牧师，到底什么是信心？到底什么是信心？因为都听到有人讲，反正教会莫遐尼惊吓，都真正拢开放嘛。反正咱信靠上帝的人，上帝确实会保守咱，拢会当得到平安。逐个人听了就愈听愈惊吓，愈听愈惊。青年就开始问讲，牧师，这敢真正是信心吗？因就继续问讲，所以到底什么是信心？到底咱对上帝的信仰到底是啥物啊？我就甲伊分享讲，信心有当时必须爱建立伫咱的认捌，信心爱建立伫真正的认捌。咱自细汉到大汉，咱惯势来到伫教会中间，反正咱听上帝的话语，咱参加聚会，咱参与服侍，咱拢足惯势啊。但是伫即个惯势的背后，咱敢有认捌上帝较济无？也是你的认捌上帝有对你10岁的时阵到20岁的时阵，你20岁比你10岁的时阵认捌上帝较济无？也是咱对上帝的认捌永远停伫我主日无？安尼，我哪有法度？我完全无更新的过程中间，完全无新的物件，无新的认捌的时阵，咱就是一直照旧的物件咧行的时阵，咱的信心就出现问题。因为生命在改变，因为生命在改变，囡仔会大汉，大汉了后会面对家庭，面对工作，面对每一个无共款生命的阶段。所以，伫每一个无共款的阶段，拢需要判断到底上帝要做啥物，到底上帝要引带我啥物。所以，信心爱建立伫真实的判断甲认捌，才会当愈来愈深，才会当认捌愈来愈济。所以，昨青年就逐个人一直咧讨论这个问题，嘛一直咧想，到底我怎样认捌上帝？到底我所认捌的上帝，我所知的教会，敢是敢若一直停伫我一个印象内尔？但是安尼，迄个印象也有结束的时，只有结束，才会有新的开始。前差不多1年前，我看到一出电影，看到一出电影，迄个电影真趣味，伊咧讲两个迄个教宗的交接。这出电影若是真精彩，若是咱踮伫网络顶面会当找叫做《教宗的成绩》啊，两个教宗咧交接的过程，伊咧讲啥物事咧？伊讲头一个这天主教的教宗吼，
看起来高高在上，啊，逐个人拢认为这个教宗拥有的是足悬的地位，啊，伊应该甲上帝会当足接近，伊应该会当甲上帝足接近的，然后伊袂拄着啥物烦恼甲痛苦，煞毋知，当每一个受苦的信徒想要敲碎伊的大领，想要敲碎伊的判断的时阵，这个教宗心内底已经安怎？这个教宗的内心，伊家己咧分享讲，外表看起来拢无代志，但是伊的内在早就已经听无上帝的声音啊！伊的内在早就已经听无上帝的声音，连家己拢咧怀疑讲上帝敢是放杀伊。啊！但是虽然有遮尔济的怀疑的时阵，因为伊是教宗，看起来地位足悬的，所以安怎？伊共款敢若会当外表爱维持一个，互人感觉伊是一个教宗，无去面对内在的问题，所以这真做一个虚假。伊家己咧讲，这是一个虚假的过程。教宗是虚假，信徒也是虚假。教会也有可能因为安尼真做虚假，这是痛苦的。但是这个痛苦到底什么人会当感受呢？伫这个电影要结束的时阵是后来这个教宗家己要落台，交互新的教宗出来。啊，两个教宗开始咧彼此咧讨论内心的感受。因开始咧讨论内心的感受，因咧表达讲。我只不过是甲逐个人同款的平凡人，无论今仔日徛踮伫啥物位置，拢爱面对家己内心甲上帝的关系。我是软弱，你是软弱，重点毋是外表的位置，重点是咱到底会当怎样行往未来？咱到底会当怎样手牵手行往未来？咱每一个人拢在憔悴，伫即条人生的道路中间，学习怎样好好活着。咱需要学习怎样好好活着，毋是一直想要维持迄个国家的运作，互外表看起来运作了真好势，一个社会运作了真好势，也是教会运作了真好势。是咱每一个人必须爱转来到伫家己的内心，面对伫疫情的变化中间，你所听到上帝的声音是啥物？伫疫情遮尔大的影响的时阵，伫家己的惊吓，伫家己足侪烦恼的时刻，上帝到底要对咱讲啥物？是拥有足侪的所罗门。也是头拄仔所讲的，得坐官位的教宗，也是每一个平凡亲像咱的小人物，咱确实爱有判断的心，但是迄个判断的心是对上帝遐来的，迄个判断的心是对咱真实认捌上帝开始的。这毋是制度，毋是运作，毋是照咱的这个机器咧运作会当得到的。这个一切的问题，必须爱转来到我真正开始咧上路。我伫这个路中，我要怎样看见一步一步拢有上帝咧引带。顶尾来甲大家分享讲，信者是记号，信者是记号。啊，昨青年嘛咧问这个问题，拄啊好，咱有一个青年咧学开车，我就甲伊讲。啊，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当你袂晓开车的时阵，你会去看路边的路标无？当你还袂晓开车的时阵，你袂去看路标。但是当你会晓开车，你真正开始要上路的时阵，你就会去看路标。这个表达啥物？咱的信仰若是真正，咱要活出真实的信仰，哪亲像我即马要上路开车。我就会安怎？我开始详细去看我边仔的路标，我要往对去。
所以，咱若是要看到神者的关键是啥物？咱若是要看到神者，是咱真正愿意，我开始要遵守上帝的教导，我要认真来活出信仰的时阵，我嘛会搁较谨慎去看我边仔路标在哪里，神者伫叨落。然后我看到神者了，我就知影哦，这就是上帝爱我所行的路。但是这个判断是对来，这个判断是咱真正愿意照安尼去行。咱愿意要活出，要好好活出上帝的教导。所以伫这个行的过程中间，咱会看见每一个神者。所罗门求上帝赐伊判断的心，逐日咱拢爱判断，逐日咱拢咧做选择。有当时啊，迄敢若是一条真细条的路。但是也点伫迄个真细条的路，咱要看见祝福，咱要看见真实的幸福。求赐予我判断的心，这是所罗门向上帝所求的。咱要来看这首诗，这首诗讲，咱无法度避免，活伫这个社会中间，咱无法度避免，光日一台真大的机器。伫即台真大的机器中间，咱嘛无选择，咱的双脚一直，若亲像，敢若会当缀着迄个巨轮咧震动，一直咧洗，一直咧洗，一直咧洗，一直听着咔嚓咔嚓的碰撞声，嘛听着亲恩甲亲恩三呼应，人的哀叹，看起来无天煞的时刻。一个真英明睿智的领导者，无数的流汗甲牺牲，建立无法度比拟的典范。这个无法度比拟的典范，就是迄台前所未有的机器，是英美，是辉煌，总是也成做一个无法度人所无法度逃脱的罗网。公营成做折磨人心的甜判，成做一个咱永远无法度单调的包袱。新一代的继承人要怎样延续这个公司？佫会当怎样去创造新的物件呢？无论是安怎想，左思右想，用尽一切气力，拢要成做一场空。骹步无法度歇落来的路中间，敢佫会当期待啥物无？敢佫会当献上啥物吗？求主赐予我判断的心，求主赐予我受教的耳孔，求主赐予我选择的勇气，看透邪恶甲虚假，重大甲折磨。活出人民甲公义、同道一命的新国度。上帝所赐迄粒智慧甲判断的心，将是前所未有，后来嘛袂阁有。只盼望咱会当建立军队，一生顺服。咱会行出这个路网，会行出这个束缚，会当转来到伫原本的心，无求别人，干那求家己。一切的欢喜、骄傲、失落、误解，有一日要成做感谢的脚迹。每一个现在所无想要拄着的遭遇，原来是要互咱成做一个更较好的家己。伫这个时刻充满变化，伫这个时刻咱面对足侪过去的结束，总是也面对新的开始。伫这个新的开始，咱求上帝帮助咱，每一个咱所拄着的挑战，每一个咱所拄着的遭遇，原来是上帝要塑造咱，互咱变成做一个更较好的家己。互咱变成做一个更较好的社会，
互咱变成做一个搁较好的教会。愿上帝赐互咱判断的心，请咱同齐来祈祷。